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又係我 Steven 啊。今集2026年丙午年12生肖來年運勢，將會同大家分享屬虎嘅運程。屬虎嘅朋友，來年地支三合，即係我哋所講嘅半旺太歲啊，各方面運勢呢都會向好，所有嘅事情都會出現意想唔到嘅驚喜啊。運氣指數係4粒星。喺愛情方面，感情就出現進展啦。有伴侶嘅朋友當然可以加深了解啦，而冇伴侶嘅朋友呢，之前嘅努力亦都冇白費到，對方可以完全接收到你嘅心意，想得到進一步嘅發展空間就要加倍努力啦。而喺事業方面，工作上容易得到新嘅機會，有能者呢自然會得到賞識，不妨更加表現自己，主動一啲去爭取機會。而喺財運方面就有意外之財啦，特別喺偏財方面呢會有意外收穫，而呢一個情況呢喺立秋之前呢會容易出現嘅，要記住好人有好報嘅道理，有時付出呢就係收穫嘅根源。最後係健康方面，健康當然唔錯啦，運動同飲食呢亦都相當重要，但係注意喺立秋之前呢會有少少嘅血管毛病啊，切記量力而為。來年守命星係太陽星，幸運數字係18，幸運顏色係深紫色，幸運植物係紫色繡球花。本集節目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即係 CO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，如果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句，幫手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